尋晚七夕，大家都應該過得高高興興㗎啦。尋日條視頻就有粉絲私信我，話如果唔嫌棄嘅話，不如粗粗地就同佢一齊過啦。我想講，你係真係粗粗地先好發言啊！假如你對自己嘅產品嘅市場熱度始終保持堅挺，都係做唔到嘅，咁啊真係好難一齊過啦。當年阿坤哥臨門一腳，搖身一變，變成咗個詩人。佢喺張床度同阿珍講：愛是克制，愛是想觸碰又收回的手。阿珍話：得就得，唔得就翻順德。念詩係咩意思啫？經此一役，我後來經常聽到阿坤哥老婆講得最多嘅嗰句：我唔怕你出軌啊，我怕你出去丟架失禮人咋。所以坤哥經常會同我講婚內單身啊、精神陽痿啊呢啲概念狀態。坤哥話中國已經進入咗一個超單身時代。根據中國統計局23年公布嘅數據，中國有將近3個億嘅人喺法律意義上面嘅單身，被丘比特拉咗黑名單。而我呢，就真係一隻單身狗，單身耐咗呢，你會有一種將物品擬人化嘅舉動。比如話，我會同揩台底嘅掃地機器人講：捐啊捐，人生總會有過唔去嘅坎㗎。深夜加班返屋企冇人等我，我會同樓道嘅燈講聲晚安，因為佢燃燒自己陪咗你成晚，比男朋友靠譜得多。我甚至會同門口走火通道嘅滅火器講嘢，因為佢比我嘅前科願意傾聽，並且佢唔會突然之間射我一面。單身狗最大嘅法律風險之一就係財產冇人繼承嘅問題。坤哥話姻緣啊，早就歸財神爺管啦，有錢人啊終成眷屬。單身狗又點會有可能有財產要繼承呢？有財產又點會單身呢？我話講係咁講，我講嘅財產呢係你精心經營嘅 Steam 庫存、支付寶螞蟻森林能量、王者榮耀全皮膚帳號之類。其次呢，刑訴法34條同埋108條規定，只有近親屬同胞兄弟姊妹先至可以喺你俾叔叔帶走之後委託律師。所以父母雙亡又未結婚嘅獨生子女想揾個律師撈你嘅都冇辦法喎。坤哥話：假如我就係呢一個無牽無掛嘅人，你話係我應該驚啊，定還是係佢哋應該驚我呢？最後就係重病救治嘅問題啦。做手術緊急聯繫人一欄，我而家一直都係填樓下保安嘅電話，因為只有佢係我可以一日見3次嘅人。所以對於六親緣淺嘅單身狗呢，你重病有義務過嚟簽字並且嘲笑你光頭造型嘅，就只有意定監護人啦。意定監護公證雖然冇辦法面臨第2份半價冇人分擔嘅經濟損失風險，同埋過年俾親戚盤問婚戀狀態嘅家庭精神暴力侵害風險，但可以完美解決單身狗面臨嘅上述3大難題：重病手術授權啦、財產緊急處置啦、刑事風險防禦。至於你阿媽成日講你不婚不育，死咗都冇人知啊呢個問題，我建議你周圍借人錢，並且一定要有份工。天涯海角、天堂地獄，你老細同啲債主都會揾到你㗎，唔信你試下。關注我係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